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2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心动不如行动。要读以斯拉记1章5到8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，以及每一个心里被上帝感动的人都准备好了，要回耶路撒冷重建上主的圣殿。以斯拉记1章5节。许多商场的广告中都会有这么一句话：心动不如行动，或者是说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的确，许多事情光有感动有心动是不会实现的，最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。有3只饥饿的狼，他们躺在草地上睡午觉，突然发现了一只鸡走过来，他们就互相的推脱，指使同伴去抓鸡，也不愿意自己动手。就在他们口沫横飞的讨论着，等一下这只鸡要做成炸鸡、烤鸡或者是白斩鸡的时候，鸡什么时候跑不见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就互相指责，都是你啊，都是你不要去抓鸡，使它跑了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在上帝激动塞鲁士国王的心之后，上帝借着他将复兴的呼召临到以色列百姓，吩咐他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在被掳之前，百姓可以随意自由到圣殿敬拜侍奉上帝。那时候圣殿刚刚建好，所罗门为百姓祝福，使他们能够享受与上帝亲近的滋味，心中充满了大喜乐。困苦的时候可以蒙安慰，悔改的时候可以得赦免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因为百姓犯罪后受到刑罚，国家灭亡，人民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百姓不能够敬拜侍奉上帝。根据历史记载，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大概有40万至60万之间的数目，但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至多只有5万人，这是第一批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。那表示有大部分的人不肯回去，不回应上帝借着塞鲁士王的呼召。其中的原因圣经没有明说，我们也不敢评论。但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，他在犹太历史中曾经说过，当时在巴比伦的百姓因不肯放弃在巴比伦建立的家业，所以选择不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。又记载说，当时在巴比伦的百姓因惧怕耶路撒冷严谨的生活而不肯回去。这2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显露出当时留在巴比伦的百姓正因这缘故不肯回耶路撒冷。从以斯帖记，我们可以遇见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
在被掳期间努力为自己建立事业，使生活过得很安定。他们享受自己劳力的果效，所以呢，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固守自己的家业而留下来不回应，因为觉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要回去必须将家庭、朋友、产业、工作都要放弃，单独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，离开安定舒适的生活圈，而要再重新创业。他们为了要付上的代价他们为了付上的代价太大，所以他们就选择留在巴比伦。所以呢，只有被上帝激动的才会愿意来离开舒适圈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当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回去参与这个圣殿圣宫的建造，经文也告诉我们，这些回去的人大多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。当耶罗波安在所罗门死后，带领北方10个支派的百姓叛变，建立了北国以色列，犹大和便雅悯这2个支派仍效忠大卫家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，拥戴所罗门之子罗波安作王，建立了南国犹大。因此当犹大国被灭时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绝大多数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。所以当上帝兴起了他的圣工，也必预备足够的资源。当时上帝感动了许多愿意回乡之人的朋友、邻居，他们愿意赠送金银及各样财物及牲畜，好让他们有交通工具，他们回去那边无后顾之忧。今天我们教会举行临时会员和会，我们要选举出长老和执事，所选出的这些长执要来协助牧师团队来治理教会弟兄姐妹，最近我们也经历了建造新堂的工程。从过去上帝透过弟兄姐妹的感动与行动，献金献功，一起参与在上帝教会的建造今天我们面对新世代的一个宣教，我们需要有新的策略与方法。真理不变，方法是需要改变的。今天我们的新堂的宣教中心即将献堂，我们的硬体大致也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其实就是软体的建造，人的建造。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圣工，一起来装备传福音，为了要赢得这世代的儿童、年轻人和成人，好让信仰能够传承，教会能够永续的经营，来完成主所交托的大使命。他说：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弟兄姐妹，在末后的世代，你是否受圣灵的感动，愿意一起来以行动参与教会的建造？透过你使人因你得福，
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呢？我们一起来默想。本章有2次提到耶和华上帝激动人心，一个是针对君王，另一个是针对百姓。君王回应了上帝的激动，而百姓并非所有的人都回应这个激动。你呢？你有受到圣灵的激动吗？不知你会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看见这世代人心需要主耶稣，帮助我们不单单顾念自己的事，也顾念人们需要救恩，人们需要耶稣的拯救。愿主圣灵保守我们的心，常常被神的恩来感动，也做出了回应的行动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们也希望你继续给我们的鼓励跟带导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